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原来雪目尾，台语安尼写雪目尾。华语的使眼色，也就是抛媚眼，台语讲雪目尾。你嘛较定着咧，唔通查囡仔甲你雪一个目尾，你着身份拢去互人搞搞去，人讲啥你拢好好好。啊，人迄姑娘啊哦，真单纯，你若对人无意思，就唔通一直讲雪目尾共起人。雪目尾的雪。网雪啊，就是较早用来赶护身蠓仔，用来驱赶蚊子、苍蝇的用具，进行神仙道人所举迄支拂尘。有一句俗语：举网雪啊，行云顶，是咧警惕人讲，看起来哪像道行高深，但是事实上唔知咧舞啥，互人看拢无。啊，若客食举网雪啊，就是假仙。回头过来讲，雪目尾，嘛会当讲洗目尾，也则是洗目糋。看到头家为伊的尻川后行活来，我一直甲洗目糋、雪目尾，伊也是无知觉，要一直咧纠缠头家，即声歹在咯。啊，这个洗目尾的洗，无事洗，就是无济于事，不中用。伊即摆当日啊，红回头，就算你有喙讲到无烂，嘛是无事使，伊根本听袂入耳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雪目尾实在真趣味。